家長導航。大家好，我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束澤良校長。今日咧，我身處一個好靚、好舒服嘅地方。咁呢一度咧就係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咁我旁邊咧就係阿余欣欣校長。咁嚟到呢個地方咧，我不得不一提。過去我都去到好多小學嘅。咁今日嚟住一次啦，由地下一路上到7樓啦，有太多嘅地方係好值得。不論你係幼稚園家長定小學家長，甚至中學嘅家長嚇，甚至係自己嘅同工教育人士咧，好值得嚟呢間學校參觀，因為有太多地方係好有心思咧，係能夠俾到孩子嘅成長係好有好多唔同方面嘅建立嚇。咁我都唔一一去羅列啦，但係一定要嚟，好值得嚟。好，咁去翻今日嘅話題先。今日咧，我哋大家一齊會分享翻就係喺而家呢個咁愛抱怨嘅世代，點樣能夠讓到家長，不論你係幼稚園或者中學，能夠帶動你嘅孩子能夠更加正面嘅。咁余校長交俾你啦。好啊，多謝。咁首先多謝束校長嘅邀請先。大家好，我係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我係余校長。咁好多謝各位家長啦。我哋一齊咧去今日分享一下嘅。不過先俾我回應一下你先。出年咧係我學校嘅25週年，所以如果咧有興趣過嚟我學校參觀嘅咧，咁歡迎嘅。你都可以再嚟過㗎，我到時又有啲新嘢俾你同你分享。多謝。咁咧就今日咧，束校長就問我佢話不如同我一齊分享下點樣幫助一啲抱怨嘅孩子咧咁樣。咁我自己咁樣睇嘅，我自己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亦都係一個家長。咁所以咧，我會咁樣睇。我覺得小朋友咧有好多唔同嘅情緒，例如可能係發脾氣啊、扭計啊、可能係怕醜啊，可能唔同嘅情緒會發生。呢啲嘅情緒嘅處理咧，都有一啲嘅唔同嘅方法可以幫到佢。但係有一個情緒，我覺得係難處理咧，就係抱怨。因為抱怨呢個情緒需要咧有非常大嘅耐性咧，先能夠幫到嘅。咁唔知你有冇試過俾人抱怨啊？我自己俾人抱怨嘅時候咧，自己內心都唔好受噶。我諗我向人哋抱怨嘅時候咧，人哋都唔好受啊。咁但係喺呢個狀態之下，小朋友去抱怨啊，會有啲咩情況咧？通常就係點啊？通常就係可能係好掹整啦。好唔願意做一件事啦，好唔想啦，或者係好唔滿足一啲嘢啦。譬如家長俾一啲嘢佢抱怨嗰件事未得滿足，唔中意。咁而家長就會點咧？作為家長就會好容易就好掹整。點解你咁樣㗎？點解你拖延件事？點解你唔願啊？你唔願做，唔願將件事情做完啊？或者係你亦都係唔欣賞我幫你準備嘅嘢？我準備得咁辛苦，希望令你開心，你仲喺度抱怨咁樣。好多時候呢個咧就係世紀大戰衝突嘅開始。我梗係唔希望大家有影響親子關係啦，所以咧要處理抱怨咧係家長嘅必須上嘅一課。咁所以咧我有咁嘅建議嘅，有幾個大嘅建議。第一，你首先要接納咗所有家長接納咗所有孩子佢哋嘅一個情緒，因為須知道咧，我哋大人都有情緒，小朋友都有情緒，呢個情緒係必定發生嘅。抱怨呢個情緒係好普通，我哋接納咗先。跟住落嚟咧有3件事家長係可以做嘅。第一件事咧就係我哋要明白同埋要冷靜咗先，因為咧當你好呢個衝動、好掹整嘅時候咧，你嘅親子關係受到影響啦。小朋友唔聽你講啊，塞埋對耳仔㗎啦，你講乜嘢説話，點樣鼓勵都冇用。所以第一件事冷靜。第二件事咧，用你嘅耳朵，你哋耳朵去聆聽、去聽啲乜嘢咧？聽下小朋友喺抱怨之外，其實佢心底嘅故事係乜嘢？即係每一個抱怨嘅情況都有啲原因㗎。究竟係抱怨好攰啊，好唔想做，而呢個好攰、好唔想做或者好唔中意呢一件事，抱怨嘅呢一件事嘅底下，究竟有啲乜嘢嘅原因咧？我就去了解下，即係要細心聆聽，聽清楚喺佢抱怨嘅情緒之下，究竟有咩故事，有咩原因。第3件事咧好重要啊，就要話俾佢聽，我接納你，我明白你，用你把嘴巴話俾佢聽。爸爸媽媽聽到啦，我知道你唔開心，我知道你咧有啲好攰係咪啊？有啲唔喜歡係咪啊？要接納咗，甚或俾一個好大嘅擁抱佢，陪伴佢，做咗呢3件事先處理心情，後處理事情啦。記住我真係先處理心情，後處理事情，大人細路仔都係咁啊。當你要去到處理咗心情，明白、聆聽咗、接納咗之後咧，你先慢慢同佢同行去做翻嗰件事情。可能佢唔願意嘅，但係有你嘅陪伴，有你嘅一同行一齊做咧，相信嗰件事情咧都會做得到嘅。而個抱怨嘅情緒咧都會慢慢去消減嘅。咁
咁但係當然啦，抱怨情緒消減咧唔係一件最難嘅事，最難咧就係由抱怨嘅小朋友變成一個正向嘅小朋友，呢件事就真係好難啦。而呢件事咧不靠其他人，就係靠你啦，爸爸媽媽，靠你哋作為父母啦。因為一個正向嘅小朋友必定係一個正向嘅家庭長大。調翻轉頭咧，啲抱怨點學翻嚟嘅咧？你諗下自己有冇可能係爸爸又係怨媽媽，媽媽又怨爸爸，或者怨下一啲世界上發生嘅事情，怨下社會發生嘅一啲事情。呢個怨恨咧聽得多咧，小朋友自然就會 copy 咗你，然後就好容易咧變成一個好中意抱怨、好中意怨恨嘅孩子。所以咧喺一個正向嘅家庭長大係相當重要嘅。我就覺得咧，你試下，唔知你有冇試下蘇校長？朝頭早起身，如果太太斟杯茶俾你，同太太講聲多謝，唔該，你真係好啦。調翻轉頭，如果你嘅丈夫、你嘅先生幫你做一件小工作，可能整翻個燈膽，或者遞一對拖鞋俾你，咁太太又可以咧多謝翻先生啦，唔該啦，感恩啦。呢啲感恩同埋多謝嘅習慣咧，你嘅小朋友每一天都見到喎，耳濡目染之下咧，呢啲小幸福、小確幸喺身邊發生嘅每一件小事，佢都能夠慢慢去見到爸爸媽媽都懂得感恩，懂得講多謝，懂得欣賞人哋嘅，咁佢哋點會抱怨呢？我哋好多時候喺生活裏邊咧都會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而每一件嘅唔如意嘅事都能夠好似有一個思維就係半杯水嘅思維。雖然我哋唔能夠攞成杯水，但有半杯水都唔錯啦。呢啲每一個安排都係上帝為我哋嘅安排，呢啲安排都好唔錯喎，我都好感謝感恩。多啲感恩，多啲欣賞生活，同埋每一個小幸福、小確幸咧，呢啲就係正向家庭必備嘅一個嘅信念。而呢啲信念咧，正正係培育正向孩子嘅好重要嘅元素。所以希望咧，各位家長加油，培育一個正向孩子嘅時間，亦都會減少佢嘅抱怨行為同埋情緒嘅。你哋做得到嘅，加油下！係啦，咁啱啱頭先余校長問到今朝早有冇同屋企人咧講聲多謝。話今朝我喺廚房啊，啱啱太太入去仲係整緊嘢嘅時間，咁嗰個時候天咧仲未光嘅，咁我就都有入去就係話多謝晒，天未光你已經整嘢咁樣嚇。我要俾個 like 你啊，係啊，好 sweet 啊，好 sweet 啊，係啊。咁其實的確我諗頭先我諗你會 feel 到咧，淨係望個畫面。我同埋阿余校長有一個共通點嘅，俾你望到嘅咧就係大家其實喺面上嘅笑容，大家都會有一個好正面、好感恩、好開心嘅一個態度嘅嚇。咁因為我諗大家我哋都有一個共通點背後就係大家基督徒，即係我哋好相信嗰個恩典喺背後。咁而啱啱頭先提到咧，當如果細路仔踏上青少年、中學又點樣咧？過去有好多研究咁咧就係講到啦，其實一個人啦，本身其實由出世去到死。其實有3個階段係最迷失嘅。第一個階段咧就係小學升中人，第二個階段咧就係出嚟做嘢，第3個階段咧就係退休嚇。死反而佢唔驚㗎，因為死佢反而去到嗰刻嘅時間，一係就唔知道嘅時間，可能基本上都已經好心理準備。但係最迷失喺3個階段嘅時間咧，但係第一個階段好迷失嘅時間，咁大家我唔知你有冇回想過你喺中學點樣過，升上中學嘅時候，咁但係我哋過咗啦。所以變咗咧，我好清楚咧其實可能嗰個時候咧，會係正正佢哋係好想獲得肯定，但係最容易係面對否定嘅嘢嘅，因為可能來自同學之間嘅比較啦，或者升上中學嘅時間，可能中學之間嘅比較啦，甚至可能來自家庭啊親戚之間嘅比較。咁呢個咧其實佢係最容易面對否定，喺當中令佢最迷失嘅。咁所以一迷失嘅時間就好容易去到抱怨點解會咁嘅咧，因為佢都唔知點好嚇。咁所以我諗作為家長或者我哋教育工作者啦，我哋其實咧都好希望能夠俾到啲訓練俾啲細路仔，就係頭先啱啱余校長提到，要訓練到細路仔之前嘅時間咧，我哋首先家長做好自己嘅準備，就係當若果每面對問題，我哋希望能夠咧俾到細路仔有一個能力感。OK， 我哋要訓練自己就好多時候咧，當佢做咗嘢之後，我哋唔好落批判住。首先睇下有冇點先可以讚咗佢先。事實上，只要佢曾經有喐過手落力做過任何嘢，佢總會有小點子肯定咗佢嘅能力咁做到啲乜先。因為抱怨好多時候就係在於係佢發覺佢對周圍嘅嘢好冇力，即係好無助，都唔知點，好迷茫。但係喺好迷茫之下，你能夠話俾佢聽，咦 good 喎！你頭先係做咗某一個動作，你頭先講咗某一句説話，或者頭先你某一個笑容係得嘅喎。咁佢已經發現，揾翻佢嘅存在感、佢嘅能力感之後咧，慢慢建立翻佢其他，咁變咗發覺，原來我喺當中係有咗個建樹嘅，有咗個付出係有能力嘅，
或者係對身邊嚟講係有貢獻嘅，咁佢就會發覺身邊唔係咁無助。咁第二咧就係讓到一啲當面對困難嘅時候咧，將佢變為挑戰嚇。細路仔唔容易嘅喺迷茫階段，但係我哋大人咧就要俾佢感覺到，當妹妹好唔開心或者面對困難嘅時候，咦，我哋將佢笑住去到過面前嘅每一個嘅挑戰。當細路仔見到同一時間同家長一齊面對問題嘅時間，咦，家長都笑住過嘅喎，跟住家長仲會可以同佢講：好嗱，我哋陣間呢個問題點解決咧？有冇邊同你哋有邊個有好辦法？笑住去面對嘅時間咧，佢發覺原來呢件事係樂趣嚟嘅，兼且係有人陪伴咧，成件事情都唔同。所以若果家長能夠同佢陪伴，去到面對佢升中又好啦，面對佢可能係中學，可能係公開試啊或者各樣，笑住同佢打面前嘅仗，笑住同佢過面前每一個挑戰，面前俾佢知好多選擇，一齊點去揀咧？佢發覺係有樂趣咯。咁同埋最後嘅就係俾佢知背後有恩典嘅，因為往往過完事件之後，如果過咗，跟住就冇理啦，其實嘥咗。但係好多時候過完之後咧，同佢一齊回望翻過去，其實有好多原來有好多人幫過，去到讓到件事情咧係做得更好，更加其實我哋基督徒咧好清楚，好多事情都係上帝預備咗，有好多天使喺身邊，或者好多事情發生，讓到件事情能夠發展得更好，係我哋意料之外嘅。咁所以咧，我哋往往都會同啲孩子講，就係恩典在背後。好戲在後頭，因為好多時候喺件事情過咗之後，望翻原來好多事情唔係我哋計劃之內，但係能夠可以係出乎意料之外，能夠有咁平安嘅話咧，成件事情係上帝好有恩典，係啊，咁而當中呢一份嘅能耐咧，正正係俾你細路仔當日後再面對難關、面對困難嘅時間，佢有一份心理準備，忍一忍，等一等，背後上帝有恩典。我哋慢慢行，一定之後會見到好多出路嘅，係啊。咁多呢份能耐嘅時間咧，佢就更加有能力去到面對每一個挑戰，笑住過，笑住打。好同意啊，蔡校長，我覺得呢一個信念都係我哋基督徒嘅信念，就係你要知道上帝俾你嘅一個經歷，呢個經歷必有佢嘅用意，必有佢嘅好意同埋善意。你經過咗之後回望咧，你就睇到呢個係恩典啦。同埋一樣嘢咧，我自己同我自己咁樣講，當我嘅小朋友抱怨嘅時候，即係我嘅仔仔女女抱怨嘅時候咧，我就會同我自己講，至少佢都會同你講啊，係咪啊？你係一個對象，佢揾你抱怨，即係佢想講俾你聽，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溝通嚟嘅噃。起碼你知道佢嘅諗法，雖然可能説話唔係好好聽，但係起碼你係一個講嘢嘅對象，所以呢一件事攞住呢個契機咧，你能夠同佢建立一個更好嘅正向關係咧，相信抱怨唔會再有，反而你嘅關係會再好啲，係咪啊？好嗱，咁如之前咧，我特別提大家，下一年咧係呢度嘅25週年，你哋一定要嚟參觀，我都一定再嚟。OK，歡迎你，歡迎大家嚇，好，多謝大家，多謝大家。